马太福音19章，耶穌講了這條話，就離開加利利，來到約旦河東邊嘅猶太地區，一大群人聽見佢，在嗰位佢醫好佢哋當中嘅病人，遇到法利賽人來見耶穌，想要害佢，問佢講：請教你，無論你就係乜嘅，我哋嘅法律准老公離脫婦養係冇？耶穌應講：你哋冇讀過兩參經文係冇？太初創造主所造嘅人，有男也有女。上帝講：因為愛養，男人愛離開也愛，老婦養結合，兩者成做一體。既然係愛養，夫妻就唔係兩個人，係一體。所以上帝所配合嘅人做唔得拆開。法利賽人又問講：按樣摩西做乜嘅？本來有一條誡命講，做老公嘅寫一張離婚書本婦養，就做得離脫佢呢？耶穌應講：摩西准你哋離脫婦養，係因為你哋嘅心清硬，仲係在世界創造嘅起頭，並唔係按樣。我老你哋講，除了做婦養嘅違反貞潔，無論乜人離脫婦養，重新老劈嘅夫人家結婚，就係犯姦淫。學生對耶穌講：老公老婦養嘅關係，那係按樣，冇結婚反轉較好。耶穌講：呢種講法唔係大家人會接受，只有得到上帝特別恩賜嘅人才會。因為人冇結婚嘅理由千多，有的係出世就結婚唔得，有的係人為嘅原因冇結婚嘅，另外有的係為到天國嘅緣故冇愛結婚，有法度接受嘅人就接受。有人帶聖人來見耶穌，希望耶穌為佢哋按手祈禱，仲係學生接批幾條人。耶穌講：本聖人來挨兩位，唔好禁止佢哋，因為天國嘅子民就像兩種嘅人。耶穌就為佢哋按手祝福，然後離開嘅所在。有一擺，有人來見耶穌講：先生，我要做乜嘅善事，爭做得神書永遠嘅生命啊？耶穌應講：你用辦問愛關係善嘅事呢？只有一位係善嘅，你那係想愛神書永遠嘅生命，就愛遵守誡命。佢就問講：乜嘅誡命？耶穌講：做唔得吃人，做唔得犯姦淫，做唔得偷拿，做唔得做假見證，愛孝敬也愛惜鄰舍，就像惜自家一樣。該後生人應講：呢條誡命，我全部已經遵守咧，還愛做乜嘅呢？耶穌講：你那係愛做完全嘅人，去賣你所有嘅產業，將錢送本窮苦人，你就會有財產積存在天堂，然後你來聽我。該後生人一聽到這個話，就心情沉重來離開，因為佢嘅產業千多。耶穌就對學生講：我實在老你都講，有錢人愛做天國嘅子民真難哦。我再老你都講，有錢人愛做上帝國嘅子民，比駱駝穿過陣皮還較難。學生聽到這個話，十分奇怪，就問：按樣乜人有可能得救呢？耶穌注目看佢哋講：在人兩係冇可能，總係在上帝萬事都能。這時彼得對佢講：你看，我哋已經表達一切來聽你，我哋將來會得到乜嘅呢？耶穌對佢哋講：我實在老你都講，在將來嘅新時代，人子坐在其榮耀嘅寶座上嘅時，你哋聽我嘅人會坐在12隻寶座上，
来审判以色列嘅失意基础。無論乜人，為到我嘅緣故來表達防護，兄弟姊妹也愛子女，也係天地，攏總會得到白皮嘅獎賞，又會得到永遠嘅生命。總係千道在最頭前嘅為做背面，千道在最背面嘅為做頭前。